心声。第十，什么声音拍伫阮心内，互人感觉阵阵无安宁？难道主知影我内面有隐瞒，爱我专心军队以到迄日？第二十，什么声音提醒伫心内，互人感受阵阵无平静？难道主知影我无显出初色，爱我专心遵守咱主的约？第三十，什么声音责备伫心内，互人感受阵阵无自在？难道主知影我无投入圣工，爱我真心完成主所交托？第四十，什么声音吐开在心内，互人感应阵阵真歹势？难道主知影我较无成长，爱我用心追求活命进步？